好帅的和尚啊！他是谁啊？他就是国师大人。回陛下，世间凡尘障孽有因有果，并非什么惊奇妖媚，只因宫廷院深，这里有些冷清戾气，容易侵入骨髓而已。莫非妙莲是为戾气所忌？国师，那你看一下，冯昭仪的身子如何？啊，他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娘娘，请伸出手来。啊。 居然有这么帅的和尚，唉，可惜猪猪不在。啊，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回陛下，娘娘只因邪毒入侵，造成呕血症状，并非什么惊奇妖媚。这呕血症，所有的御医都治不了，还是替冯昭仪去体内的邪毒吧。 阿弥陀佛。这么超级英俊的男人，怎么会当和尚呢？现代的帅哥，要么是同性恋，要么是别人的。这古代的帅哥又跑去出家，唉，资源浪费啊！ 家业，你快点还俗，让我采摘采摘吧。娘娘，请。来。怎么浑身都暖暖的？娘娘，发誓完毕，小僧告辞了。啊，你做完了？娘娘，再来一次吧。奴婢替娘娘谢谢国师。哎呀，你让开！阿弥陀佛。哎呀！好帅！娘娘，迦叶国师果然厉害，您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柳儿，迦叶那么帅，他怎么会当和尚呢？迦叶国师的身世，没有人知道。柳儿，你再跟我说说我的身世吧。哎呀，好柳儿，最后一次，就一次啊！娘娘，您是本朝国师乐亭侯冯伯的长女，今年22岁。是吗？啊，娘娘，想当年，您出嫁给皇上的时候，那是全国最高的仪仗。前有御林军侍卫开道，后有花团锦簇的宫女相拥，
整个金陵城万人空巷，好不热闹。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吏，全都出来看您呢。那典礼呀，别提多威风了。我以前还那么风光过呢。那是不是我昏迷的这段时间，皇上总来看我呀？娘娘，您刚昏迷的时候，皇上总是来看您的。可是您这病得太久了，皇上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皇太后怕您的病会传染给皇上，就不让他常来了。不过现在皇上也是半个月就来看您一次的。那是不是说，我一时半会儿都见不到皇上了？娘娘，皇上可巴不得您好呢，您怎么能高兴呢？哼，我还巴不得再也见不到他呢。冯昭仪，这是冯昭仪吗？你是谁啊？冯昭仪，你倒是会做戏呀，连我是谁都不认得了。神经病！放开我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敢调戏皇上的妃子！调戏？哼！娘娘，你等着！手真狠！娘娘，这又丑又横的男人是谁啊？他是三王爷呀。娘娘，我是跟他有什么过节吗？娘娘，您在进宫之前跟三王爷有过婚约呀？我跟他有婚约？奴婢觉得三王爷可能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所以见您落难了，就跑来落井下石了。啊，你们古代可真乱啊！他什么来头啊？三王爷是皇上的同胞兄弟，皇太后可宠他了，权力大着呢。哦，对了，娘娘，三王爷来这儿的事儿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怕别人知道我跟他藕断丝连，怕皇上惩罚我？嘘。哎呀，娘娘，我差点忘了正事儿，陈昭仪往这边来了。她一直嫉妒您是宠妃，您可要小心了。Oh my god！ 娘娘，来了来了。参见陈昭仪。妹妹的病可好些了？姐姐，我过来看看你。多谢。好的差不多了。既然好差不多了，就不要让皇上3天2头的往你那儿跑。皇上龙体金贵，日理万机，可吃不消你这狐媚劲儿。要是传染上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姐姐，你身怀6甲，就不怕我传染给你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肚子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啊，娘娘，我们可没碰你，我们没碰你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爱妃突然间摔倒，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？没事儿，只是不小心摔了一下。明明是冯昭仪推的。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话？奴婢该死。是冯昭仪推的。难道是冯昭仪看到陈昭仪怀了龙子，心怀嫉妒？皇上，您别怪罪妹妹，她可能是和三王爷吵了架，心情不悦，所以
皇上，娘娘，他跑去见三王了。哎呀，皇上，瞧我这张嘴，宫里的太监宫女们都看见了，我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声张，以免惊扰皇上。可我自己去，皇上，您可千万别怪罪妹妹啊！皇上，皇上。柳儿，你说陈昭仪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可能是胎动吧。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我一见到她，心里就特别不舒服。娘娘，再怎么说，你们也是表亲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表亲表亲，扯断骨头还连着筋。不过陈昭仪她确实有点过分，作为你表姐，还处处跟你作对。她怎么会是我表姐呢？娘娘，她是你姨娘的孩子，跟你的名字相连啊，叫妙芝。这皇宫还真是，哼，什么亲情都没有，姐妹之间也往死里斗。在这个皇宫里啊，为了争夺皇上的宠爱，亲姐妹打得你死我活也是常见。就为了一个臭男人，你说他们至于吗？有很多美人为了进这个皇宫挤破了头。不过娘娘，你不用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美人。娘娘，自从你病了之后，总是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疯话，宫里人多嘴杂的，总会说三道四，你要小心啊。哼，这个呀叫树大招风，高处不胜寒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娘娘，你又说疯话了。皇帝陛下，娘娘正在沐浴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今天去见三王了？对。哼，怪不得你的病连国师都查不出来，原来你躲在这里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方便跟三王私会。你想跟他旧情复燃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枉妃朕这么宠着你，
你不但跟三王藕断丝连，还推倒陈昭仪害朕的龙子。冯妙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。大胆！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朕说话！所有的嫔妃宫女都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是嫉妒陈昭仪怀上朕的龙种是吧？我没有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一个怀孕的女人就可以横行霸道，随便欺负人吗？他陷害你，我看你是在害朕吗？昏君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只是一个昭仪，竟敢骂朕！朕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！从今天起，你就跟朕带到冷宫去，朕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娘娘，皇上怎么能对你下得去这样的狠手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让我看看，娘娘。冯昭仪，你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。真烫，你发烧了。真不想待在这儿，怎么才能回家呢？好想猪猪。娘娘，皇上也太狠心了，那么宠爱你，一句话就把你打入冷宫了。开门。娘娘，可能是御膳房送饭来了。郭公公，怎么都是些剩饭啊？而且还是冷的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挑三拣四啊？今非昔比了，还拿自个儿当个人啊？走。郭公公，郭公公。平时我们都是列单子给御膳房，如今只有冷饭了。柳儿，你再去找一床被子过来，这个房间太冷了。娘娘。没有被子了。这么冷的房间，一床被子让我们两个人怎么睡啊？娘娘，您躺下吧。啊，不行，柳儿，啊，去找一把刀来。娘娘，您可要想开一点啊！你当我要自尽啊？娘娘，你暖和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娘娘，您真聪明，而且还胆大。我从小就挺独立的，像个男孩一样，打架什么的都小菜一碟。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娘娘，您有的时候不像娘娘，像其他人。柳儿，你相信穿越吗？穿越？穿越是什么意思啊？穿越呀，就是从过去到了现在，从现在又跑到了未来。
其实我是21世纪来的人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冯妙莲、冯昭仪，我是冯峰。你能懂我说的话吗？娘娘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一句话也听不懂。就当我没说吧。皇上如此忧虑，是不是因为冯昭仪被打入冷宫的原因？不要跟朕提他。臣妾知道了。启禀皇上，波斯使臣刚刚进贡了一个绝世舞女，要不让她给您跳个舞解解闷儿？也罢。冯昭仪跟我斗？